也能解决空包蛋国家无法卖出的苦恼。香草兰是全球排名第2贵的香料，一公克大概100块。这几年来，不少农民拢会进口买来种，想袂到气候暖化、温度伤悬，豆芽品质歹，内底会当用的籽无几粒。加在经过加工过程，农经科属性会拍拼，把这豆芽提炼加做新的产品。不仅是纯天然，那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农民经济收入。那废弃物再利用，那我们的新产品不仅可以抒压情绪，没有放任何的化学香精。那这也是我们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。屏东高等高中的学生，甲农民把这个风拍落来4级的豆芽，甲提炼做天然的香水，唔来当伫生活当中使用。伊嘛用这个研发的成果，参加全国专题甲创意竞赛，摕到第2名的成绩。借由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呢，也让学生有新的发想。那我希望他们把这个发想创意呢，把它带到大学那边去，然后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。我们参加这个活动，那也吸引更多的国中生对这个东西更有兴趣。这个研发除了会当帮助农民的经济，让4级的农产品发挥上大的效益，嘛希望开发这项产业更较侪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